大家好，我係3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石硤尾景怡峰一個270尺一房嘅單位。景怡峰位於西洋菜北街468號，喺2012年入伙，樓底高大概10尺，個廳連埋開放式廚房，大概係7尺半乘以13尺。窗外景觀，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。呢間房大概係6尺半乘以7尺。業主利用窗台嘅位置就做咗個櫃，4尺嘅床，大概5尺嘅衣櫃。再嚟呢邊都有個櫃嘅，開放式嘅廚房，咁雪櫃就喺呢邊，咁呢邊就一組嘅儲物櫃，最後就係洗手間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